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9月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23节，47节到48节，申命记第4章15节到20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19节到2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形象。创世纪告诉我们，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，所以上帝是有形象的。那么问题是，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呢？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受了埃及偶像崇拜的影响，他们试着揣摩摩西所介绍的上帝之形象，因此呢，他们就要摩西的哥哥亚伦为他们造了一个金牛，并且宣告说：看啊，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。也因此，以色列人造了偶像，就得罪了上帝，而受到了上帝的惩罚。摩西在申命记第4章15节到20节的时候，他再一次的重申命令，他提醒以色列人不可随意造偶像。他说：上主在何烈山从火焰当中向你们说话的时候，你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的形象。为了自己的益处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为自己铸造任何形状的偶像，无论是男是女，是野兽或是飞鸟，是爬虫或是鱼类，都不可以。你们也不可以陷于诱惑，去拜你们所见到天上的星体，就是太阳、月亮或星星。上主你们的上帝把这些都给了其他的人，任由他们去拜。但你们是上主从埃及从炽烈的火炉里抢救出来的，他领你们出来，要你们做他自己的子民，就像今天这样。我们知道，无论什么的样子都不能用来代替上帝的形象。那么问题是，我们还没有解决了到底上帝的形象是什么？摩西说不能用世上的任何形象来代替上帝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存在，是上帝以马内利应许的实践。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代表上帝的形象了。所以呢，上帝就是长得跟耶稣基督一样吗？当然不是。基督的形象是一个受苦的记号。彼得前书第2章19节到25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如果你们因为领会这是上帝的旨意，愿意忍受不当受的痛苦，上帝就会赐福给你们。如果你们是因犯过错而忍受责打，那么什么光荣呢？只有因行善而忍受苦难的人，才能蒙上帝的赐福。上帝呼召你们的目的就在这里，因为基督为你们受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要使你们能够跟随他的脚步行。他没有犯过罪，没有听见他撒谎，他受辱骂也不还口，
受虐待，也不说恐吓的话，只仰望公义的审判者。基督亲身把我们的罪带到了十字架上，使我们不再生活在罪中。只有为公义而活，由于他所受到的创伤，你得到了医治。从前你们都像迷失的羊，现在都已经归回，跟随着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护者了。耶稣基督的形象是一个受苦的典范，是救恩的形象，不是我们一般在说的那种外貌形象。所以呢，基督徒应当要谨慎千万不要随意去追求任何的形象，或是把任何的人事物看得比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还要重要。这样说，就是说，追求错误的形象，制造偶像，得罪了上帝。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23节，47节到48节，要赞美上主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谁能述说上主所做的大事？谁能尽述颂赞他的话？遵守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始终伸张正义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主啊，你善待你子民的时候，求你记得我，拯救我。求你让我看见你选民的繁盛，让我分享你子民的喜乐，跟属于你的人一同夸耀。我们跟祖宗一样都犯了罪，我们都作孽作恶。13节，但他们很快就忘了他的作为，他们不愿意等候他的旨意。在旷野中，他们欲望无穷；在沙漠中，他们屡次考验上帝。他照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但也降疾病在他们当中。在营中，他们嫉妒摩西，对上主的圣仆亚伦猜忌。于是土地裂开，把大丹吞下去。他掩埋了亚比兰和他一家，有火降在他们同伙身上，焚烧的那些作恶的人。他们在何烈山铸造牛像，向手造的偶像跪拜。他们用那吃草的牛像替代了上帝的荣耀。他们忘记了拯救他们的上帝，忘记他在埃及行了的大事，在韩行了奇迹，在红海行了令人畏惧的事。当上帝说他要消灭他子民时，他所拣选的仆人摩西向他力争，挽回了他的烈怒，解除了以色列的民被消灭的危机。上主我们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我们，求你把各国把我们领回来，使我们得以感谢你，颂赞你的圣名。愿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得到称颂，从亘古到永远颂赞他。愿万民同声说阿们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救恩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受苦牺牲，赐给我们恩典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追求无用的形象，而是要纪念基督受苦的典范，
愿意成为上帝家中忠心的管家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